睁着圆圆的大眼睛，站在树上动也不动，但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转头警戒。去年8月，台南花园水稻博物馆出现2只保育类菱角鸮，今年2月却突然消失，让不少人感到可惜。但馆方日前又再度发现它们的踪迹。这2只菱角鸮不但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3只的小菱角鸮回来，呼吁游客能够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尽量的放松享受，但是不要去打扰他们，让这里能够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生殖繁衍。菱角鸮一家5口回来定居，馆方又惊又喜。专家指出，园区内树木高大，枝叶茂密，隐蔽性够，菱角鸮有昼伏夜出的特性，所以被选中栖息。这也解释为何先前会常定点出现。对于夜行性的动物来讲，它们最敏感的就是噪音。白天有人的活动，那夜间呢，大部分是处于没有人的状态。那这样子的条件对于菱角鸮来讲是非常的合适的。水稻博物馆是国定古迹，有着多元生态。之前就曾有保育鸟类黄鹂、朱鹂现身，还有黑冠麻鹭、竹巢育雏，加上这次菱角鸮家族，都有重要自然保育意义。未来也将持续深耕环境议题，发挥教育功能。记者说，台南报道。